考考大家2025年升幅最高嘅 Mag7 股票係邊隻呢？係 Google。過去一年升咗6-7成，但以前我確實講過 Google 勁嘅地方係在於佢係唯一間軟硬體一條龍嘅科技巨頭。佢有自己嘅 search engine 同 browser 去收集第一手 data， 然後佢有自主研發嘅 Gemini AI， 最後仲有同樣係自主研發嘅 TPU 晶片去 back up 啲運算。如果我哋真係要揾下一隻 Google， 會唔會其實可以留意下其他市場，例如話中國呢？阿里巴巴有淘寶做收集數據嘅入口，有目前中國最強嘅開源 AI 模型通2000問，亦都有阿里雲做數據儲存。咁阿里巴巴有幾個主要嘅營收部門，分別係電商部門淘寶啦，國際部門阿里巴巴 .com 啊、AliExpress 嗰啲，雲端部門阿里雲，同埋其他綜合業務例如菜鳥物流、高德地圖等等。